半個世紀以嚟，中神肩負推動神學教育運動嘅使命，為迎向未來做好更長遠同更充裕嘅準備，趁住今年中神50歲生日，我哋特別舉辦步行籌款。喺3月1號至到4月5號期間，大家可以配合自己嘅時間，自行完成步行路段。步行路線會由將軍澳海邊公園出發，經跨灣大橋，全長5公里，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參加。大家完成咗之後呢，我哋將會喺4月5號早上10點半喺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舉行 After Party。屆時會有黃國維院長分享，參加者都可以領取完成步行籌款嘅證書同埋禮物。當日都會有售賣紀念品同埋攤位活動，大家當日準時出席。呢次嘅籌款目標係港幣200萬元，會用喺我哋嘅圖書館、網上學習同埋普及神學教育嘅事工。期待你嘅參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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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同為未來加油。